续来看南投水里有一团这个歌团叫做将吉风，深入到社区推广广告。最近开始来培养小歌手，是练甲真勤，要伫后个月邀新节来表演。这个囡仔伫老师指导下，伫水里图书馆进行飞仔鼓甲音乐的培训学习。伫水里经营真侪年国际性的文化歌团，希望讲会使培育出在地小歌手。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曲目是可以鼓跟陶乐可以做配合，所以到时候还会有社区的阿嬷他们一起跟他们做一个合奏。水里主要要办游新节，找真侪学生囡仔来做表演人员，提供予囡仔学习的机会以外，嘛互这个游新节表演内容更加接近在地。打鼓很开心，很好玩，而且也会有运动的感觉。听说这次会有很多人来看我们。老师希望透过表演艺术，让这群囡仔了解乐器跟音乐，更加认捌家己的家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